咱的老乡亲啊，这个头壳都要一直来转洗才袂退化哦。为着要来防湿地，花莲有基金会来开课，邀请到阿公阿嬷用这个喙部油啊，导出家己的结婚相，嘛透过这个方式，互阿公阿嬷动一个头壳，回想当初结婚的时阵幸福的时光。啊，有人的手工真有路，包括放炮啊啦，包括打破这个红霞遮的小细节，拢用布油啊甲导出来。军人用军刀做门，见证新郎新娘共结连理。另外一百位内面，闽南部伫后壁咧用穿新娘衫，这个新娘摕鸡龟，要有淡薄仔歹势。这话拢是用翠花布甲金片一点一点打出来。对创作的这阿公阿嬷来讲，打出来毋若是画尔，要因美好的记忆。动手嘛动脑。花莲埔仔社区60岁到85岁这时代做伙，将家己对婚姻的看法甲想法，透过大布话来表现出来。欢喜到底啊，佫会哪唱歌哪创作，较早无多用相片也是影像留落来美好瞬间的遗憾，拢甲打出来。然后这是鞭炮，然后必须离家，你看他们必须离家，然后也有坐火车的。毋若好留大人留下美好的回忆，嘛会使透过假甲大的动作刺激手脑并用，较袂遐快老化。即摆集合作品公开展览，嘛，互大家看到阿公阿嬷因美丽时阵。